啟示錄第12章，天上現出大異象來，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，腳踏月亮，頭戴12星的冠冕。她懷了孕，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現出異象來，有一條大紅龍，七頭十角，七頭上戴着7個冠冕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/3，摔在地上。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，等她生產之後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，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。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。婦人就逃到曠野，在那裏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，使她被養活1260天。在天上就有了爭戰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，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，並沒有得勝。天上再沒有他們的地方。大龍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：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國度，並他基督的權柄，現在都來到了。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，已經被摔下去了。弟兄勝過他，是因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。他們雖至於死，也不愛惜性命。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們都快樂吧！只是地與海有禍了，因為魔鬼知道你們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了，就氣憤憤地下到你們那裏去了。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婦人，於是有大鷹的2個翅膀賜給婦人，要他能飛到曠野，到自己的地方，躲避那蛇。他在那裏被養活1載、2載、半載。蛇就在婦人身後，從口中吐出水來，像河一樣，要將婦人沖去。地卻幫助婦人，開口吞了從龍口吐出來的水。龍向婦人發怒，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。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、為耶穌作見證的。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